球入邊90%世界衛生組織講㗎，90%女性嘅婦科病咧都係一類為選錯衛生巾而引致。咁所以我好積極，因為我疼愛我身邊所有嘅女性，我老婆啦、我媽咪啦、我家姐啦、我即將嗰啲叫做細侄女啦，都要選對衛生巾。點解咁講？選錯嘅時候，我淨係睇個婦科病1000幾千3000 ，OK 要唔要？嘥錢。但係如果選對衛生巾嘅時候咧，你一來開始照嚟自己健康。我從外包裝開始比較，嗱呢個牌子應該好大牌㗎啦 ，OK 超市啊普通啲商店入邊都有㗎啦 ，OK 呢個係咪啊？護舒寶嚟㗎，護舒寶 OK 護舒寶，護舒寶好出名㗎啦，超市入邊買咗30幾蚊樽啦，32定38啦 ，OK 好出名 ，OK 我同個外包裝開始比較 ，OK 一般嚟講你衛生巾咁樣係咪撕開咁樣㗎 ？OK 撕開完之後你就攞一片出嚟用啦，用完一片先啦嚇，攞一片出嚟用，用完之後嘅時候你一個咁樣喺個洗手間嘅時候，你係咪就咁擺翻喺個洗手間個櫃入邊啊？留意下，你咁樣打開咗係咪會受潮啊、細菌啊、污染？呢個叫二次污染。你留意下我哋呢一個外包裝，從外包裝開始你就知道我哋做呢個產品好用心去做。我哋叫鋁箔包裝黏貼嘅，每次搣開嘅時候咧，你攞一片出嚟 ，OK， 攞完一片嘅時候咧，你就將佢貼翻好佢 ，OK， 貼翻好佢，跟住擺喺衛生巾入邊，擺喺洗手間入邊，係咪防潮啊？防細菌、防二次污染，淨係從包裝開始你就見到我哋用產品做產品嘅時候做得好用心。從內包裝你會見到 ，OK， 女士唔知你會唔會每個月嘅週期嘅時候係咪擺一兩片喺個銀包入邊？係。當你出處嘅時候，鎖匙啊、雜物啊喺個錢包入邊，一個唔覺意嘅時候，哎呀，你咁係咪打開咗啊？當你如果撞開咗個衛生巾嘅時候，咁你會點啊 ？OK， 冇嘢嘅，捲翻佢咁樣，跟住塞翻落去，要用嘅時候再攞翻出嚟用啦，係咪？係咪咁樣㗎？都係咁樣嘅啦，你唔會真係一撞開咗就掉㗎嘛。OK， 咁但係你又要喎，撞開咗嘅時候，你錢包入邊好多細菌啊。OK， 表姐笑到好開心，肯定係重複自己用嘅，次次都係你。OK， 你留意下我哋嘅產品嗰個包裝。OK， 每次當你撞開咗打開嘅時候，我哋入邊都係360度嘅包裝，有冇見到 ？OK， 當我哋要攞個衛生巾出嚟嘅時候咧，我哋要好細節搣開咗個外包裝之後 ，OK， 跟住先可以用得到個衛生巾。你淨係呢個叫內包裝嘅時候咧，就已經係好用心去做。OK， 咁一般選擇衛生巾嘅時候咧，你會選擇佢個吸水力有幾多啦嚇。咁而家我做一個比較 ，OK， 做一個吸水力嘅比較。每次唔好意思，姐 ，OK 好，唔好意思啊 ，OK， 每次女性月經嘅時候咧，一般嚟講係30至40年左右啦嚇。OK， 如果選對衛生巾嘅時候咧，你總共係用15000片，15000片左右。OK， 如果你識得選擇，亦都有性價比高嘅時候咧，你可以慳好多錢。每次排經嘅時候咧，你大約係排30至50毫升嘅經血。咁嗱，今次咧我就唔用啲染色物啊嚇，我就用清水啊嚇。有啲人中意滴兩滴啲紅藥水落去咁啊，唔使啊。OK， 嗱呢度係50毫升，你要埋前睇啦啊！阿 Lisa，你要過嚟睇，過嚟睇啲咩嘢咧？睇個吸水度。呢個係好神奇，好神奇！妹妹仔你睇清啲 ，OK？ 你睇清楚佢。我每次一排水嘅時候，即係女性嘅時候，經期到你排經血嘅時候咧，一下子咪一聲湧出嚟嘅。一唔小心嘅時候咧，就會漏。尤其是妹妹係識得去選擇。你留啦，你睇下佢咩效果？第一時間佢吸咗嚟底部 ，OK。同時間你睇下，當你排喺側邊嘅時候咧，佢側邊嘅時候咧，好似豎咗。你有冇睇啊？佢側邊係推咗入嚟㗎 ，OK。呢個叫防漏測試條 ，OK。全部第一時間吸咗去底部 ，OK 嗱，呢個就係我哋嘅個吸水個狀態。一陣間話俾你聽，佢區分喺邊度啊？我而家做埋隔離嗰個嘅產品示範 ，OK 嚟睇睇啦，嗱望清楚 ，OK 望清楚呢個好重要啦嚇 ，OK 你有冇睇到啊？佢係咪冇辦法吸咗落底啊？啲水係走嘅會 ，OK 嗱呢啲嘅情況咧就好容易會側漏同埋後漏 ，OK 嗱唔好寫啦，嗱。睇唔睇到 ？OK， 死啦！唔該啦，大鑊啊！成副係啦，成副都係嗱，你睇下成灘水而家仲喺度啊！即係你冇辦法吸到，喂，護舒寶嚟喎，好出名噶咯喎。OK， 你嚟摸下，唔使摸啦，係咪啊？濕地地。OK， 你摸呢邊，大哥摸個味，摸個衛生巾味，你摸下，好嘢㗎。OK， 你哥哥嚟摸下。OK， 兩隻手摸下，你一比較係咪啊？呢邊係。你後邊嗰啲你摸嘅時候咧，我做個比較俾你睇 ，OK， 做個比較。我兩張紙巾 ，OK， 兩張紙巾，佢啲濕咗啊，唔好要 ，OK， 兩張紙巾 ，thank you。我兩張紙巾我擺佢落去 ，OK， 你睇下啦，呢度輕輕咁樣印一印，已經成壇水濕晒 ，OK， 即係嗱，我嗰次講就話，我大學生就係咁樣回應我，
當佢第一次嚟月經嘅時候咧，佢第一次排經，佢成條褲、成條裙校服都係嘅時候咧，佢以後就唔敢翻學。但係你睇下我哋呢個，OK， 你可以睇到我哋成張紙巾仍然係乾爽。點樣排嘅時候，你留意到，如果你係用緊他排嘅時候，你排咗經血，你排經又唔會即係佢換噶嘛？你一坐落嚟，砰一聲嘅時候，咁你有咩一攤嘢喺度啊 ？OK， 跟住啲褲啊、啲裙咧時候就污糟晒。所以但係你見到如果用緊我哋嘅衛生巾嘅時候咧，你無論點樣拍點樣壓嘅時候咧，個吸水狀態都係咁好。OK， 咁而Frank唔好意思啊，幫你我，你做你啲嘢啦。OK， 嗱，跟住我睇睇，你再埋少睇嘅時候，呢度兩邊嘅時候咧，佢有一個防漏7條噶。佢而家係將啲水咧推咗中間，呢個係咩嚟嘅咧？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睇唔到嘅地方，用良心做。頭先你睇到嘅地方，我哋用心去做。呢個係咩咧？防漏7條。當你啲水一湧出嚟嘅時候咧，啲經排經嘅時候咧，佢即時去將啲水推返去中間，所以唔會有側漏嘅情況，側漏嘅情況，唔會有側漏嘅情況。嗱，呢個咧就係我哋講。做埋紙尿片咧，有人建議過嘅，最近有人建議過。有嘅，呢個我哋都會去提升我哋市場嘅需求啊！可唔可以做埋紙尿片係咪啊 ？OK， 我提升先。嗱，呢個咧就係我哋講嘅叫側漂，其他牌子咧冇嘅，做唔到呢個效果。OK， 佢只係一個封邊嚟嘅啫。OK， 一搣嘅時候咧散晒爛晒。OK， 散晒。OK， 佢冇一個側漏條。而我哋再睇我第一層啊，頭先我未話吸水力嘅，點解佢可以第一時間將啲水全部吸晒喺底部咧？就係呢一個，就係呢層啊！你摸下佢嘅感覺 ，OK， 第一 ，OK， 摸下，爽噶啦，滑嘅 ，OK， 前面係滑，後邊揸手噶。佢點解揸手咧？咩原因揸手咧？摸下 ，OK， 係咪啊？佢後邊係揸手，咩原因咧？你留意下，佢係漏斗系統啊，外邊闊，後邊窄嘅。一水一到嘅時候咧，第一時間滲咗喺後邊底部，跟住就去到我哋下邊個吸收。而你同時間咧，你會唔會望到咧？真係有嘅木機。你同時間望到咧，佢呢度接觸絲襪嘅部分嘅時候咧，好綿、好舒服、好乾爽。即係你唔會話排經血嘅時候咧，會掹住個焗住，好唔舒服嗰種感覺啊嘛，好乾爽。但係你留意到，如果他排嘅時候咧，會有咩狀況出現咧？俾你睇睇啦，好可排。我每次輸到呢度嘅時候咧，我真係好感恩我哋宇航人嘅產品。成塊塑膠嚟㗎，掹掟掟濕嘅 ，OK， 即係每次當你真係經期到嘅時候，你咁樣焗住啲細菌、啲濕菌 ，OK， 嗰啲念珠菌，同埋佢係塑膠嚟嘅，一塊好似沙紙咁樣鞋霎嘅，完全冇棉嘅作用，咁樣去令自己嘅身體咧係好唔舒服。所以我講我撕到呢度嘅時候咧，每次講緊衛生巾嘅時候咧，唔該男士們啊 ，OK， 阿 Indigo 啊，好好疼愛你女朋友 ，OK， 叫佢攞多啲衛生巾翻去俾佢用。我仔嚟嘅呢個。個大仔 ，OK， 啊，你呢段視頻拍俾你女朋友睇嘅 ，OK， 叫佢好好用我宇航人嘅衛生巾 ，OK， 呢個係我哋嘅晶片芯片，咁我呢個芯片咧，我做多有冇多份？有冇護墊啊？用護墊啦 ，OK。嗱，我哋個包裝咧有日用裝、有夜用裝、有加長裝，俾埋個包我，俾埋成包我 ，OK。同埋我哋有埋個細包，我哋有個叫護墊裝嘅。護墊嘅時候咧，嗱頭先有啲小姐姐講啦嚇，譬如有啲嘅停經咗嘅一啲女士50歲、60歲停咗經，停咗經都需要用我哋宇航人。我哋唔係用衛生巾，係用咩咧？用呢個護墊。用護墊有咩好處嘅時候咧？我證明咗啦，上次有啲人話男士用唔得啦，男士用得嘅 ，OK， 我自己都攞嚟貼鞋底嘅 ，OK， 我做鞋墊嘅 ，OK， 點解咁用嘅 ？OK， 點解咁用咧？因為我哋嘅衛生巾入邊咧，呢一個咧係一個叫磁片嚟嘅 ，OK， 芯片，呢個芯片，呢個芯片有咩功效咧？我就做少少嘅例子俾大家睇 ，OK， 呢個芯片嘅功效啲咩咧 ？OK， 譬如嚇 ，OK， 又係氧化 ，OK， 又係被氧化。我哋每次嘅時候未排經嘅，排完經嘅時候咧，咪好多嘅念珠菌啊，好多細菌嘅。當我哋每次排經嘅時候 ，OK， 好啊 ，thank you， 好 ，OK， 嗱，我哋有好多念珠菌、細菌 ，OK， 有好多。我哋嘅芯片入邊咧有4個功能，呢個係註冊專利咗嘅，磁動力、遠紅外、負離子同埋抗氧化。當如果氧化咗呢個環境，當我哋嘅接觸到我哋嘅晶片，中我哋衛生巾嘅時候，喂，哇，護墊都有，連護墊都有啊！點解我刻意去開多片俾大家睇咧？因為頭先咧，我哋已經預咗水啊，預咗水，我哋嘅負離子同埋抗氧化咧，我哋釋放咗出嚟，已經做到消炎抗氧化嘅功效。而同時係咩叫磁咧？女性嘅時候咧，每次週期嚟嘅時候咧，咪會經痛啊、唔舒服啊、好攰嘅。
我哋嘅瓷片嘅時候咧，有一個叫做磁動力。當你每次經期嚟嘅時候咧，你公膜打開嘅時候咧，我哋嘅磁動力就會去產生功效。或者咩功效咧？你會聽到磁檢正常嘅。磁檢正常，即係意思係咩咧？佢含磁嘅，含磁嘅功能有啲咩咧？就係可以幫助我哋嗰個新陳代謝，做一個氣血 ，OK， 令到你睇個經期嚟嗰啲經痛啊、良性反應嘅時候少好多 ，OK。咁呢個就係我哋嘅好專利嘅配方。嗱，我知道呢度咧嘅時候咧，我再次感恩於我哋宇航營嘅產品。呢個咧就係我哋整個衛生間入邊最核心嘅一個地方，就係叫吸水因子。你睇睇佢嘅時候咧，你睇下，好似一個叫做咩啊？細路仔啲枕頭咁樣 ，OK， 啲食用紙呢個係咪啊 ？OK， 佢係一個食用嘅紙張嚟嘅 ，OK， 佢每次嘅時候咧，佢吸水嘅時候咧，係咪好靚、好齊整 ？OK， 你就係睇嗰啲嘅包裝嘅時候咧，啲用料嘅時候咧，仲有冇頭先未吸咗50毫升水嘅？再揸下佢 ，OK， 已經全部乾爽嘅，張紙冇水嘅 ，OK， 斟滿啲，兩杯啲斟 ，OK。咁而睇睇他牌啊 ，OK， 呢個他牌嘅牌子 ，OK， 頭先都係啦 „OK， 佢呢啲嗱，我要留意下，啱啱上一個月咧，衛生巾嘅時候咧，國內有個牌子叫 ABC 衛生巾 ，OK， 塔方 ，OK， 點解？因為佢入邊用緊呢啲叫再生棉啊 ，OK， 絨毛漿。好多都係呢啲醫護啊、化妝棉啊、嗰啲醫用嘅消毒棉啊，打散消毒漂白之後就要嚟做呢個衛生巾嘅吸水棉。咁所以咧呢個咧係非常之危險嘅。OK， 佢有好多啲蟲卵咧都喺某啲他牌入邊咧都可以揾到嘅。OK， 咁嗱我而家攞咗佢嘅吸水棉出嚟。OK， 跟住睇睇佢嘅吸水狀態。漏咗一粒色。哦啊係啊，我呢度講漏咗。OK。頭先咧，你咪見到我哋個芯片咪藍色嘅？你以為佢呢個芯片咧，佢唔係芯片嚟，佢係染色嘅，就染出嚟嘅，誤導人哋以為個芯片。但係有個唔好處係咩咧？你留意下，佢已經染咗落去佢嘅吸水珠入邊、吸水因子入邊。即係如果當你公膜打開嘅時候咧，你呢個叫染色體嘅時候，咁就同時間你排經血嘅時候咧，就染咗一個受污染啦。簡單啲講，而佢吸水狀況係點樣咧？睇睇仲有冇水出到嚟啊？OK， 睇唔睇到 ？OK， 睇唔到 ？OK， 仲有兩杯 OK， 唔好啦，我想勁啲 OK， 咁孤寒要咩？水嚟啫嘛 OK。嗱，頭先我講緊話，佢已經吸咗好多水，但係呢個係他牌嚟㗎，睇下佢仲有冇一個吸水嘅功效 OK。咁而我最後咧喺佢吸緊水嘅過程入邊咧，我最後做埋呢個動作。呢個就係我哋宇航人頭先打開俾你睇嘅 OK， 呢度大約200至300毫升水啦，放佢落去 OK， 你睇下呢杯水可唔可以吸得到啊 OK， 一陣間先理佢 OK， 再睇埋最後一個包裝，呢個咧我哋叫外層 OK， 塑膠嚟嘅，好焗好悶。當你排緊經嘅時候 OK 悶住嘅時候咧，最麻煩係嗰啲叫念珠菌。當你每次呢個唔透氣嘅情況下咧，佢會焗住喺一邊。細菌啦、濕啦，同埋啲菌就嗰個溫度啦，同埋濕啦、潮濕咧，就會引致滋生。而我哋衛生巾呢個宇航人嘅衛生巾咧，最後呢個啱啱絲襪呢個部分嘅時候咧，透氣嘅。OK， 呢個叫斷層膠。OK， 就算我哋外包裝嘅時候，呢個膠咧都係香口膠嘅食用級嘅膠嚟嘅。咁所以我哋講緊呢個嘅效果咧，就係會好細緻。咁嗱，最後呢個部分咧就係話 OK 水啦。OK， 嗱呢個唔使睇啦。OK， 他牌嘅時候咧，仍然成灘水喺度。OK， 到你睇睇我哋嘅品牌話。OK， 俾啊咩 magic， 哇！睇唔睇到 ？OK， 睇唔睇到 ？OK， 嗱呢個就係你唔使講噶，眼見為實。你話用任何產品，你話有咩用得好唔使 ？OK， 我做俾你睇。OK， 你如果用到我哋宇航有衛生巾，咪有一個福氣。最後俾個價錢36蚊，我哋零售價錢。無論你係日裝、夜裝、加長同埋護墊都好，20蚊一包，零售價20蚊。當如果你成為我哋宇航人會員，兩折，4蚊包，4蚊啊！買它 ！OK， 好啦，嗱，咁今日咧呢個係一個簡單嘅產品示範啦，咁後邊嗰啲我就。